乡亲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台湾新眼界，我是阿明张伟民。今日来台来宾哦，是一位海洋环境保育的工作者，同时阵呢，嘛是海洋生态的猎业家，叫做过道人。自细汉呢，伊就伫这个溪流，甚至伫个大陂内哦，耍水掠鱼。高中时咧，兴趣海里游水，伊观察伫这个海里哦，讲伊的这个心境，会当看海的这个角度来调整伊的心理的这个部分啦吼。甲海洋世界搬烂已经超过40几档，一路看到海洋这个生态变化，实在非常的大啦吼。伊看到这个卵石啊，竟然甲卵生伫倒位，生伫咧海洋废弃物头顶。自1998年开始咧，启用这个天然素材贵德号制作的人工鱼搭啦吼，打造卵石的厝。咱讲哦，自过去这个拍鱼掠鱼的高手，即阵嘛是咱讲台湾东北角海域进行复育卵石的手啦吼。咱互伊一句话：道行高深，海漫长，人族为海拼孤长。今日台湾商界文化新台湾特别邀请来看伊的故事。往前的走，不会摇头。通天的道路，9千9那个9,989啊！妹妹，你大胆地往前走。大约伫1998年，过道人就开始有想要为卵石啊来起一寡互因会使安心生卵生团的基地，所以使用真侪无同款的材料来饲来做评估。伫东北季风无遐尼强，会使落水的时阵。过道人就带义工，大家做伙出动去科瓦寮河边附近的山顶，去找一寡真油的桂竹啊，用因来做卵石的山房。挑老的砍啊，挑老的砍，嫩的尽量不要砍。那个越靠近路边的越好，因为到时候他们也是要把它修掉。伫过道人大家开始做的时阵，卵石啊大概才只有2-3对尔。这卵石啊嘛是先来了解这环境，也毋过后来卵石啊就愈来愈多，上济时阵规个海底拢总是大概有200-300条。第一次看到，这下巴都掉下来了，哇，满满的，整个竹丛上都是挂满了新产的卵，然后成对的投出那个卵石啊，就在你面前游来游去。对啊，我看到真的觉得太惊讶了，对，因为这是我从来没有的经验。每一档过道人甲嘅义工，拢伫海底来为卵石啊去布置因的山房。来煞做9档到2006年，根据统计，至少有100万只的细只卵石啊，伫这山房出世。过道人讲，面对海洋，应该是一个保护海洋生物，互因会使自然生存的环境，这才是正确的方向。因为到目前为止，所有的海洋学家对任何一种人工的鱼搭，拢是真保留的态度。过道人真正望讲有一天，咱人毋免阁调过伊为任何一种生物去制造一个人工的生态环境。望未来会使看到伫自然完整的海底，会使甲这海洋生物互动，会使看因自由自在、真快乐生活伫海里。道行高深，海漫长，人族为海拼孤长。这所讲的道行，咱应用佛教修行的这个功夫。进一步要来讲过道人郭教练伊伫海里的材料甲分类。郭教练你好，你好，观众朋友大家好。
是啦，咱头头有看到这个影片内底，这个山房有影介趣味啦吼。山房这个部分是要服务咱讲的这个软丝啊，其实软丝啊是一种真好食啊，佮真贵的这个物件吼。但是为着要服务伊，你开偌济功夫咧？真正算起来差不多20档。20档吼。为98年一直到2018，20档。20档吼，这20档的这个时间，自然看到海洋生态本地是满是啦吼，但是生态嘛是会帮忙。你看到啥物？其实咱花顶开发伤多，人伤多，要食的物件伤多，啊人口多了就要建设啊，所以讲污水啊、污染啊，迄个甲掠过鱼，掠伤多，自然咱海洋就开始排海啊。看到这个排海的情形，其实有一届这个机会，你会当去这个马来西亚。看到讲，因为这个椰子叶，竟然有伊用途呢。其实迄当阵伊唔是为了吸引软丝啊，伊是吸引一寡水尾鱼啊，让潜水客去参观欣赏。但是我迄个去了，拄好有软丝啊，拄好放。哦，我就连续唱差不多2-3工拢唱迄碟。啊，唱煞了后，想讲当椰子叶当有碟啊，来试看卖。是啊，等于。几碟啊，来试看卖，结果试验嘛，有干的竹子，还有叶子鲜竹子，甚至于竹笼、塑胶网、巴东起，啊，这个上尾啊都是桂竹，新鲜的桂竹，伊上介。上青的伊上介意，先哪讲嘞？因为它的样式跟它的材质柔软度，跟咱那个软珊瑚就像诶。哦。因为软丝啊放软一般是伫咱北部来讲是差不多软木软柳珊瑚，伊就放软放伫下骹，所以讲每一对会选择不同的珊瑚虫，所以它的多样性就变很多。是。啊，我们的桂竹呢，它的竹叶和它竹枝在最细的部分就。跟那个软木软柳珊瑚在形态上就很像。其实讲到这个桂竹叶啊，其实嘛有伊的这个用处伫咧，尤其吼，咱讲吼会当模拟伊这个酸污这个环境吼。但是选择这个桂竹叶嘛有一个原因，就讲伊是会伫海里家己去海去，啊，袂像就讲袂影响到规个海里的这个生态。迄是自然分解啦。哦，自然分。嘿，啊，若是一档的桂竹啊，放在就是青的，放在海底，第二档过去看的时阵。上幼的叶啊落去，树枝断去，左右部分都是较粗的所在，你若用钟头安尼捏者，就废去。就废啊！嘿，所以袂影响到，家己讲，若是这个软丝啊，要来个食会拆掉，袂啦。OK， 所以这嘛是选择尾啊吼，伫咧咱讲这个东北角海域，咱讲服务这个部分。桂竹叶啊是第一个这个选项吼，其实咱嘛看到讲，其实吼伫遐要克服真侪难关吼，尤其这个桂竹叶要落去，嘛该有这个铺档啊，这个部分吼爱去克服啦吼。上重的都是桂竹，轻的吼，譬如讲绿竹，绿竹它的空隙比较大，浮力太大，是，你要丢到海底去。盖回来，有当阵有影是得用刀啊，甲迄个主管戳破才会使。但是桂竹啊唔免，它的比重上水最好的。是，所以咱嘛看到讲吼，其实迄当阵或者1998年吼，开始伫台湾这个东北角遮来去这个进行服务啦吼。头一档就看到成果，但是你心内其实是淡薄仔惊吓。因为我不杀伯仁，伯仁为我而死。当你开始为一种生物想要尽一点心力的时候，你知道你成功了，当下你就知道成功了。但是你还希望它出现吗？是的，那你要对它负什么责任？负责任，负什么责任？对这个环境嘛是安尼啦。OK， 所以讲你若有责任心要去搞完成的时阵，你就要去考虑足长足久的时间，甲前因后果都要想清楚。是，这个前因后果啦吼，尤其咱看到讲，这个服务了后，咱头都嘛讲到，伊真好食，经济价值够好。哦，所以这个鱼丁拿来，这软丝啊拿来，渔民买来。对。所以咱讲为着吼，咱讲个这个人为也好啦吼，甲这个商业咧掠鱼、掠软丝啊这个部分，去克服，你哪能去想咧？就业业吧。要不要？有影啊，袂使互人知啦，袂使互人知。是，所以讲，迄竹啊吼，为海边啊溜水了吼，袂使过存。
你若过船啊，驶船就知啊。所以讲，爱拖出去了后，200公尺冲落，是伫下骹行100外公尺，200公尺先冲落，嘿，搁伫下底行100外公尺。哦，所以讲，这当阵就无人知影讲你放在倒位。啊，但是伫海底爱有浮球，甲迄个竹啊吊起来啊。是。啊，浮球袂使到水面，啊，冲伫水面下骹。是。啊，船啊来去，袂去搬着。啊，这当阵它的保密性才够。OK。啊，所以讲头5当好，敢若做贼仔咧。敢若做贼仔咧。系啊。所以不爱互人看到啦哈。但是买手嘛讲哈，这应该是一个好的工课。爱互大家去知影，有安尼心态无？这头一个找我是一个学生，嘿，做海洋调查，迄海洋生物学生。伊个老师70几岁啊，带伊个学生来讲，哎，我有一个学生，啊，伊是做这款的物件，啊，你敢有法度甲斗相共？伊讲伊听讲我咧做这，我讲无问题啊，来试看卖啊。是，就开始我是认为。既然咱做这会当帮助别人是上好，莫讲干到我家己爽尔，安尼无啥好啊。有影。啊，所以讲，迄个学生来了后，阮有讨论过，讨论过了后，会使适度，会使讲不影响他的实验情况之下，会上适度的开放。OK。所以讲，带阮家己学生，嘛是去现场看。所以这个学生囡仔。互你开启了另外一个，咱讲服务的一个机会伫啦吼，毋是家己咧做，其他人嘛当做。啊，其实我看到这个，咱讲吼全国这个博士、硕士的这个论文网站内底，有一个就是研究你的。有影。是，毋知你可能有甲伊直接过吼，这个博士论文就是写你啦吼，就是讲你东北学者海洋这个服务的这个工课啦吼，其实嘛是有影艰难，但是买手行呢20档啊吼。安尼行起来，头拄咱讲哦，受到这个人为的爱叶，唔敢互知影。但是即阵你头拄嘛讲到，2018年，你即阵先甲收起来，互别人去做，啊，现在想要搁甲收起来。因为较早是家己有开唱水店，有带学生，我们把这个种子传下去，就是学生毕业，上尾一支趟，我就甲带较远的所在，就看这个物件。是。啊，自然伊就会去传承到，就是感受到你的用心。啊，为什么到20年之后，我就把它停下来？从主要是外口的唱水店跟潜水单位，他为了也是要希望更多的学生能够参与。因为咱唱水教人讲无效嘛。应该是海洋保育，应该是大家共同来 ，OK， 一起共同的。所以大家都马上来走，因为前面已经做出例子来。因尾啊落去做的时阵都较简单啦。啊，上主要因愿意摸索啊，这是好代志啊。是，所以讲20当了，咱就这食老啊啦，少年去表，好少年，把经验传承落。是，因如果可以发扬光大，安尼上好啊。OK， 这20当来哈，虽然你讲这阵是传承，互人这个少年辈搁去做，啊，其实20当外来，其实嘛有经过，咱头啊，无论是这个人为爱叶。啊，嘛有这个受到这个自然的这个影响啊，就是讲风台嘛是一个因素。对。啊，其实咱嘛讲到吼，这个咱讲这个冷丝仔啦吼，是一个真巧的动物，但是因拄到风台的时阵，要安怎？其实贵海洋在台湾东北角附近，也就是说台湾海域啦，那拄到风台时间较长的时阵，如果风台若伫遮点伤久的时阵，是海水的温度都会变化降落。从29度，水表面温度29度降到剩14度，一暗哦，85%以上的海洋生物鱼仔类啊是被冻5度，这个规样的海洋的生物拢袂冻去，袂冻哇，不止5度，29度到14度呢。啊，所以讲10几度规暗尔，伊都走袂去嘛，是，它那闪无位啊，一直从水底温度一直往上，或者说从上面温度一直往下降下来以后，走袂去都寒死啊。是，啊寒死啊，对咱其实对冷丝仔来讲嘛是同款。所以讲每一当的风台若上大的时阵，第2当的迄个冷丝仔的量都降低啊，都减去啊吼。所以咱嘛讲吼，其实这个对环境的这个算断来讲吼，真正是无法度去按算的吼。啊，其实对着一个服务者的这个心理来讲，更加是要安怎看？因为逐当可能拢会拄到这个风台，这就是自然啊，这就是自然。
啊，无风台佫袂使啊，无风台像这3档无风台无入来，啊，珊瑚就白化去啊。有影。啊，所以讲到底来偌济较好，还是讲卖来较好，都就是自然嘛。自然的这个影响啦吼，咱讲真正虽然他说讲这个道行高深海万长啦吼，但是这个自然的这个影响，其实拢是互咱一届个学习的这个机会啦吼。啊，其实咱嘛讲到这个软丝啊，真巧啊，其实你甲这个软丝啊斗阵的这个时阵，嘛有一寡这个心理的这个感触有无？足深的。我头拄仔讲迄叶叶，其实吼，当讲起来，亲像啥个？很像谈恋爱，谈恋爱，谈恋爱，啊，甲帮嘛唔是，啊，甲咱甲身躯底，好两条条嘛袂使，啊，我会记得有一天，有一届去带学生，连续2天，伫海边啊带学生，啊就落去看软丝仔，啊，迄2天拢无看伊来，但是人足多，知影讲啊伊有来，是，啊，假期结束，倒来台北。啊，都袂食袂困的哦，因为无看到啊。啊，过2天了后，阮某，甲阮某讲袂使，我袂动，我搁要去甲看卖。就物件穿好好安尼跳咧，到海边啊跳咧，哇，看到鱼啊，迄软丝啊，坐300几只，迄当阵咧300几只，哇，欢喜安尼哈，阮就迄阵有流水啊，小可流，阮就阿卡腾去煞，伫沙坡。下骹是沙地，就行到头前，看无啊，看迄软丝啊，看无啊，啊，浮起来做中性浮力，啊，就开始飘过。OK， 拢卖叮当，干那选开尔，就软丝啊，在你头前，到你的头前差不多1米的所在，伊就分开啊，啊，你就穿过啊，是，穿过了后，我降低，降到涂骹，搁爬一届，搁飘一届，安尼都3、4届，啊，转来了后，阮某讲，你今仔日参加袂歹，我讲你哪会使？我看你袂就知。就是讲这个软丝啊，做咱讲这个军队这个分列式，要甲你迎接就对啊。会使安尼讲，应该安尼讲吼。一般的台湾的海洋生物鱼啊类啊，看到人会闪。但是软丝啊会当伫1米尔，你伸手就会使摸的。迄当阵你就哇，伊接受你啊。所以这就是一种软丝啊亲近，就对啊。我那个就是谈恋爱啊，谈恋爱这个。你久无看啊，2天3天无看，你袂使我你看卖咧。思思念念啦吼。啊，其实讲到这个软丝啊，有当时啊，真正伊迄个要甲你放，佮无爱放。啊，其实你有一届经验是讲吼，甲伊戳3届，安怎戳3届？就软丝啊，就等你放卵，我摕个摄影机落去翕。翕2支竿啊了后，我转来时阵，都是我头拄仔有讲个300外公尺，哇，我就豆豆收转来。啊，收到要爬去岸顶正前，要出水面，边仔有咧物件，啥物物件看着，软丝啊。我讲甲翕个，啊无爱哪会无爱走，手甲摸，啊嘛是来，甲煞嘛是无爱走，都过来，都摸3届，到尾也袂使啊，梨花伤一群啊，咱好钓鱼啊，看到用踹嘛，踹起来，啊当边安怎？甲顶一个，顶一个，轻轻啊顶。伊就闪出去，过来，连续3届。你讲这款足奇妙的啦。那无做的人，也是讲唔捌拄到的人，有影是无法度去想象。是，有影啦吼。所以咱讲吼，福玉甲这个软丝仔活来，这种谈恋爱、当甘蜜甜的这个感觉，咱讲这个过教练上亲啦吼。咱讲吼，即阵要搁带观众朋友先来看讲吼，其实厝内底的人到底有支持无？先做来看。画面，好。自细汉就真喜爱伫溪边伫窟仔耍水掠鱼。读高中的时阵，定定甲同学对台北坐车到家人的背斗仔收水钓鱼。第一届真抢手的机会，伊报名唱水的课程。对迄阵啊开始，过道人就行入去海底世界，高达已经超过40年。要处理啊！新鲜啊，落水了，看遐侪鱼啊，人佫是伫无重力的状态，所以讲足欣喜的。每礼拜迄当阵休，干那休礼拜尔，礼拜转去，海边啊转去，干那破病共款啊。到拜3的时阵，心情就袂定啊，你呐，就一直想要讲
后这个礼拜时啊，我去的时阵是要按哪算，就开始咧想啊。一开始敢若是趣味尔尔，伊唱水的路线对台湾4口也开始，后来有机会到国外海底去唱水。迄当时就毋若只是趣味好耍尔尔咯。郭德林开始甲几个同款兴趣的朋友，用因的专业开始接水下工程跟水下摄影的工作。这一切嘛是拢为着要甲海底的生物愈来越近。甲野生动物鱼啊互动的时阵，你都可以当成是一种回馈。他愿意接纳你，伊就自然就走伊来遮，要到你手头，到你边啊。只是讲，伫海底世界，毋是每一届拢是风景英白，嘛毋是每一届的唱水任务拢会使遐尼自由自在。郭德林有几啊届险啊失去性命，伊的大徒弟蔡思明的意外过身，嘛是伊一世人的疼。虽然郭德林是真谨慎、真认真来面对每一届的唱水任务，也毋过看伫本地拢对伫郭德林身躯边做伙工作的太太眼内，伊嘛体会到每一届的唱水任务拢爱顾好好家己。伊是一个足认真的人，所以伊做所有的工课我拢真放心。毋过慢慢了解，自从迄届去下水道出代志迄届，我就感觉所有代志拢爱家己来，家己去。认真啊看，较有法度掌握。所以尾啊，阮就讲，阮就拢养成这种习惯，就是自立自强。阮的习惯就是，咱要做啥物代志，咱家己顾家己。除了需要团队的一寡合作了以外，真正的就是家己爱顾家己，毋免等别人来甲咱救，袂赴啊。郭德林的太太米奇本地是对伊学唱水的学生，后来成做郭德林的看手。因为甲伊两个人世界去耍，嘛为着要互郭德林无啥物烦恼，米奇嘛甲郭德林同款，后来成做是一位专业的唱水教练。两个人嘛常常做伙伫海底来完成每一届的水底工作。我是唱水的学生啊，所以阮是师生恋。所以拄开始我是对伊佚佗。啊，我感觉这个人，对我来讲，伊是一个英雄，真崇拜师哦，啥物拢会晓，所以我对伊是学真侪代志。那慢慢啊，我对你身躯边最主要是因为我爱耍，所以我爱对世界去耍。啊，伊若会晓啥，我就爱学会晓啥，所以我感觉安尼才对调。啊，我的想法就是，我若要对伊耍，我就爱甲伊同款优秀。有太太一路的陪伴甲付出，郭德林讲，伊真感谢伊照顾这个家庭的辛苦。伊较辛苦，啊，伊算个互我骗。你看吼，啊，迄当阵咱开店，我顾外口，伊顾内底，啊，顾内底是做生意哦，出货进货，学生要买物件，啊，上课是我上啦。啊，连迄当阵阮2000年进前，两个囡仔。啊，阮老爸70几岁，半身不遂，伊阁要顾店，工作要做哦。我即摆想想，有影无简单呢，有影无简单呢。我拢无感觉。就是因为有一个这么贤惠的看手，郭德林才会当继续伫海底来专心做伊介意做的活动，嘛会当放心伫每一届的海底工作全力去拼。会有机会去到一些比较稀有的地方，是，譬如讲东沙，加南沙、太平岛，是这些区域跑过以后，上主要是你知影讲，迄边海洋的状况是什么款，鱼啊多啊少，健康状况如何？是啊，因为我们去过了以后呢，是讲要做记录，还是说做报道？那些地方都熟了以后，就很容易进入状况。海底也是你这个生存上大的力量啦吼。其实郭教练哦，这个唱水机嘛已经超过40外档啊。过去伊讲高中时代啊，这个偷坐车去嫁人，啊要骗家庭来，是用讲哇，这咱会当去啊，会当真澎湃，炸一寡200级的来源，敢是安尼？有影，较早就是你若要去佚佗，无爱做代志是讲袂过的嘛。不爱做代志讲袂过。我就拜六甲礼拜才去。所以讲去佚佗，但是你若有盘手。炸转来，那不是介好。
盘手啊，哎呀，是亲像即马大家拢嘛介意钓鱼啊，是啊钓鱼啊去耍，佫会使有渔获回来，啊对家庭来讲是袂歹的代志啊。一个请呀公营啦吼，啊，但是迄当阵鱼啊有够济，有影济。是，你莫讲是歹竿啊啦，都是浮潜落去摕鱼枪落去插，凊彩插都有4点钟，会使办到，会使办到啦。啊，有影很有影。哦，啊，较早就拍鱼啊，就是爱看，就是刚开始带生，还是啊，甲朋友去唱的时阵，拢会点菜。比如讲中昼时咱要食有炊啦，有红烧的啦，有煮汤的，什么款鱼啊上好。啊，沙西米是什么鱼啊？上青，上青。啊，什么贵格？所以，当阵是有影用扣，唔是用扣，用拣的。拣菜拣鱼啊。即摆无啊啦，是即摆无啊啦吼，但是咱讲吼，自过去即个拍戏的歌手，啊，甲中人生的有一站，就开始做即个环境海洋的即个部分的即个保存吼。其实唱水嘛是一个，咱讲吼过去是一个两辈节来源的即个转换甲一个吼角色，咱看到才有一个吼气病也好啦吼，也是讲吼才有一个水中的摄影机啦吼。其实你嘛有讲过啦吼，你即个40多冬以来，所有会当落水的工课你拢做。差不多，差不多，差不多。厝内底有支持无？咱干下也要记住呢。所以一定要支持的意思对吧？无啦，阮太太嘛是唱水，啊，伊知影是这到底是啥物代志，伊是较早我的学生。哦，所以讲伊知影这到底是啥物代志。是。啊，其实你若拄到紧张的，譬如讲迄个大深度唱水，就是唱到50米、60米。甚至于100米，你那一般休闲潜水都差不多30米以内啊。你讲啊，无风啊，喘无气啊，亮起来、拼起来，九死一生。有影，因为迄个压力。嘿 ，OK。啊，你若50米、60米，免啊，无风啊，去啊。安就去啊。安就去啊。你起来嘛是去啊。是。啊，所以讲，这个风险伊拢知。所以无支持，代表安怎？甲我冤家哦。我连讲我有影累都无去啊，代表安怎 ？OK， 所以咱讲吼，自这个高中时代，甲真正你做教练了，拄着你的这个某或者 Mickey 啦吼，啊过去你嘛有开一间叫做爱之海的这个唱水店。是。啊，这阵虽然嘛收起来，但是迄个咱讲教学的这个过程，是啥物咧？阮迄当阵开店了，过无偌久吧，阮就。改变迄个营业模式，都是带生教育的模式。是，比如讲，我平常时欢迎学生来，拢海洋实习的时阵要去海边卖选择拜6礼拜。哦，人当济的时阵。人当济啊，人济车济，搭车，啊，佮有唱水的所在有限啊。有影。啊，人都小钱。是。所有的压力都在教练身上。啊，平常时去的时阵。大家都会使轻轻松松阳伞搭的安尼，有影是凉椅放的啊，毛巾摊的安尼。一种享受。啊，大家开讲是落水，起来开讲落水，轻松啦。有影轻松，所以讲尾啊，阮做的都是用个别班，还是讲一个教练2个学生。都袂使讲一个带8个，夭寿我都带袂去啊。带袂去。袂晓带，安尼我就袂晓带啊。是。若是要安尼，一定要亲像军事教育同款。但是1对2的时阵，就敢若朋友安尼开讲啊。啊，会晓就唱较长的，唱较久的，啊袂晓无要紧。有影吼，但是咱讲吼，这个唱水唱久来，其实拢有一寡这个职业病，有无？亲像这个压力的部分，咱讲唱水浮病。我较早怀疑我有。你较早怀疑你有？嘿。啊，基隆海军医院吼，啊去过路抓。我就是讲我丢着啊。是。啊！但是尾啊，才知影讲，唔是我是咧去闹掉，你讲闹掉，因为是关节的问题，关节酸痛啊，就是总是有一个角度我都记来，啊，尾啊，我拢敲骨头去敲者，那会好去，那会好去，啊，别开去个，所以就是讲，这个天公伯啊，对你对海洋的这个贡献，可能无要互你带这种病啦吼。但是阮有影足小心足注意的。OK， 所以咱甲这个观众朋友加一寡这个唱水的这个撇步啦吼。咱讲这个气病伫遮，有当时啊，这支落去会当当偌久？伫10米的所在，亲像这个吼10米的所在，那一般打开始学的人菜鸟啊，
差不多40分钟。 40分钟嘿是。啊，阮是超过1点钟。哦，就是讲这个需要散素的这个量唔免遐济啦。嘿 OK。啊，若是讲吼，其实咱讲有只有一个表啊，其实这有啥物功用？就是看压力啦，对无？看压力，电脑表，讲你搁会使伫，若有风的时阵，你搁会使伫内底点偌久。 OK。那你若超过时间，伊就教你讲啊，你即马都爱减压，要上到水面之前，要先做停留。是。啊，指北针，啊，残压表，存偌侪风，你就来看，你敢若车的油表共款。有影啦吼，所以咱讲吼，真正爱好好啊利用咱讲这个气瓶，尤其是海内底，咱头拄讲的海真正是万长，然后万长清起，这个海会安怎，咱拢唔知影，但是咱一直爱抱着这个尊敬的这个部分吼。过去我嘛有算过长水啦吼，险险伫咧这个埃及这个红海遮险险淹去。啊，其实吼，因为迄个对这个压力无实施，其实虽然要落水进前，教练有甲你讲，这个要去哩，是要当继续落去，是不爱，其实当阵拢袂去哩。 这个人生的这个青阳灯嘛走过一轮啦吼，所以这个部分其实嘛是有当时爱对着好的这个教练啦，有当时真正嘛是爱尊敬海啦吼。其实咱头拄嘛讲到，这个郭教练过去伫咧咱讲所有当落水的工课拢做过，其实亲像头拄这个青阳灯，你嘛经过一轮。有影咱敢若会晓记录，所以讲会当落水做的工课，因为少年嘛，爱趁钱，有某囝要饲，所以讲会当饲啊，咱拢饲啊。为救人达到国华空难，护尸体，嘿，尸体我无好着，无好着啊，整个飞机的处理就是别来打捞，对，探勘探索，到水底下 Q 粪扫，捡垃圾、护尸体，是，收螺丝啊。收螺丝，像譬如讲台北市所有抽水站，迄当村都台北市引水，抽水站没有正确就是正常使用的情况，所有的议员就开始就要掉啊，那怎么办？那赶快整理啊，来这可能有垃圾吧，塌掉，我们就先下去看。OK， 所以几乎台北市每个抽水站都来参过啊，参过安尼吼。但是你敢知影？海底参过有看的，抽水站内底的水是你是无法度看，全部拢爱用蒙的啊。是。你若挂手龙蒙都蒙不出来。所以基本上面涵管，污水下水道，差不多拢参过啊。是，拢参过，但是有一届可能会当讲是意外你的这个人生走马灯，嘛你也走过安尼。迄是一个好人啦，有影是好人做唔到代志。就是有一个风管，水管验收完成，但是是封管。是。所以上面是污水。那他验收的时候呢，他一定要试试看。那是市医院要来验收，那怎么办？所以主办单位说，你赶快帮我把这个墙打开。封墙打开以后，那个水就是一个下降的一个管道，直直灌落去。伊有水门啊，水门开关，所以我头一天我就先把迄个封墙拍一空，拍一空了后，予咧污水灌入去了，灌到甜啊，迄个门才有作用啊。结果第二天看漏水漏一丝啊，管理员就打电话给我厂商讲，小可漏水哦，恁爱注意哦。是。第二天我唔就来，唔就爱开始讲迄封墙啊。讲的，伊是少年的，很负责任。早起接到电话，下晡就来啊。全世界2支锁匙，控制箱2个，2个人管理，伊是其中一个。开落去，起落，水就来啊。我伫内底满列的存迄个封墙的残存，抓来电，一抓，无法度记啦。数风数无，有啥会讲到吹到弯去啊，拗去啊，有光线，人要死正常有影有看有光线，的啊，安尼，规世人亏心的事情，尤其对父母亲亏心的事情，片段就一直跑。真的有这个事，上紧张的人生时刻都在迄当中啊。最后一个让我激励我说，我一定要撑下去，撑8秒钟就好。是，岸上的人应该会发现，就是我的儿子要没有爸爸啊，开使袂使喏，我囝遐细汉，无老爸啊，这个当爸爸到底在干什么？是，8秒钟撑过去，伊就把门拍开，关起来，无漏水啊，伊就无咧叮当啊。
伊就无咧叮当，所以咱啊，我就爬出来。哇，所以咱讲吼，伫咱讲海里也是较安全，有安尼想上哦。少看有啦，上少看有啦嘿哦。哇，所以好多咱讲，虽然咱讲规个落水的工课拢做过啊，真正的海底也是你这个生存上大的力量啦吼。所以咱讲吼，拄则这个部分，伫我正手边也有一个，咱讲这个是摄影机啦。你嘛应该会好好斗阵的。我就爱伊，就爱伊。尤其咱讲吼嘛是甲咱讲公司这个大师啦吼，瓜大师做伙合作嘛接近30档啊。嘿哦，差不多自早开始，咱迄个银海水晶宫的时阵，是啊，咱就在一起合作。不过迄当阵伫台湾，咱水下摄影的风气无遐尼兴吼，是啊买手咧，买手到即马还在配合啊，是还在配合啊。上主要就是前面我开潜水店，建立了不错的人际关系，是，然后到后面就跟一些学术单位开始会有一些交流，然后帮他们带一下这些助理啊、学生，所以会有机会去到一些比较稀有的地方，是，譬如讲东沙，加南沙、太平岛，是，啊，还有像比如说南方四岛，啊，这些区域跑过以后，上主要是你知影讲，迄边海洋的状况是什么款，鱼啊多啊少，健康状况如何？是。啊，因为我们去过了以后呢，是讲要做记录，还是说做报道？那些地方都熟了以后就很容易进入状况。有影啦吼，虽然咱头拄讲到吼，这个海里这个经验真济啦吼，尤其对软时啊这个服务，甲买手咱讲吼，所落水工课，啊，甲即阵咱讲吼，继续伫咧这个水底做这个科学研究，拢是这本领吼。后一段咱要搁和观众朋友来做伙分享，就是讲吼，这个海洋生态吼，唔单单是这个服务的部分，也搁有啥物款的传承，先做来看。台湾四处有影拢是海，有正丰富多元的海底生态资源。这几当生态保育意识嘛慢慢啊受到重视。政府甲民间创水业者做伙拍拼，台湾有几个正热门的创水景点，嘛愈来愈侪人行搭。到今嘛来讲吼，伫台湾来讲，少数的所在是正面成长，譬如讲小琉球海龟嘛，大家去看海龟，就好诶。啊，南势的岛是水足清的。啊，有的所在有人饲鱼啊，这款代志是，即摆是正足好的现象。这几年来，郭德林将积极投入海洋保育的工作，嘛协助公共电视来去海洋生态节目的水下连影。伊的创水专业嘛受到学术界的肯定，正侪届受到邀请协助海洋生态的水下调查研究工作。郭德林就是希望让大家知影，海里的生态资源是无穷尽的，也毋过需要保护甲限制。较早阮拍鱼啊，人讲啊，鱼啊拢拍了伊啊，敢有影会拍无伊？无可能，海遐大啊，鱼啊敢会掠无伊？无可能。啊，等啊无的时阵，你就烦恼，卡无伊，啊，你就想讲啊，用什么方法你会当知影讲，迄个原因伫咧倒？所以讲做调查是一个好处，是讲。为啥会有的所在鱼仔多，有的所在鱼仔少？啊，所以讲这就是可以解惑啦。上少你对海洋这个环境，你就知影较济。水上运动的多元化、网络知识的普遍化，佮加上装备器材甲训练的费用，大概是愈来愈负担得起。所以创水运动嘛，正受到少年人的介意。对遐有兴趣想要踏入创水领域的人，郭德林嘛是要提醒，安全嘛是上重要的代志。伊嘛希望创水运动者，毋是只是一段时间的好奇尔，定定久久才创一届水，因为伊讲安尼真危险，会失去对水性的掌握。意外定定就是安尼发生。比如讲，有人在招团讲，来是立下一团，阮去船仔顶，拜鬼去船仔顶，咱创啥物所在？啊，你若是孤身一个去到遐放鸟的吼，啊去到遐，大家拢无实在，无人会家己注意哦。啊，这点阵你着家己爱，应该讲是较小心啦，啊上少爱相伴。你袂使讲到现场讲啊，你甲啥人，啊临时临惊你着拄一个，你也毋实在啊，伊也毋知你到底状况是啥物款，着落水。
这当阵若出问题的时阵，这款代志机会就大啊。这海龟的大便里面的那个泡棉。民间的唱水业者虽然拢是为了赚钱，也毋过因拢徛伫台湾海洋的第一线。有未少唱水运动的人，因为伫海底看到遮尔闹热的生态景象，所以嘛开始用心来做保育。过道里嘛望讲政府的相关单位会使对保育加用一寡心。所以讲咱政府较慢啦，物仔较慢。所以讲，我伫想讲，收尾保育，除非像国家公园，因为有一个法律可以要求。除了这个以外，其他差不多拢是老百姓家己做的啊。无，你看即摆唱水业者比政府当地的行政单位做甲都还要努力。台湾虽然真小，也毋过有真丰富的海底生态，这是全世界真特殊的。过道里嘛呼吁讲，政府甲民间会使做伙拍拼，互台湾的海洋生态未来会使有愈较精彩的风景。是咱讲到这个规个海洋的这个生态吼，其实甲过去这个30外冬、40外冬已经无共款啦吼。但是即阵咱拢讲到过去是摕着这个拍鱼的枪要去插鱼也好，即阵咱讲整个的这个生态，提示这个摄影机的人较侪啦，有无？有哦，有影变化足大的。是，以前一部摄影机只是单纯的一个尼康的照相机，5万多块。40年前、30年前的5万多块大鱼哦，人家大鱼。起码手机加一个防水套几千块，对不对？落一个吧。是。所以在整个环境来对，就是光是潜水人的素质的提升，一共差太多。不离也好啦吼。所以这当对讲这个规个这个海洋生态，就是第一步。吼，有这个咱讲吼，更较侪爱这个唱水也好，爱环境好的人，然后来继续来入来这个运动也好，活动也好。但是上重要也是讲，这个人类的开发，吼，可能是一个无底的坑，然后继续开发啊，但是嘛是继续对海洋的这个生态，安怎去甲救咧？其实这不是单单台湾的问题，全世界的问题。是，因为一个地球，地球村污染它是顺着洋流到处跑的，所以讲。这相当的困难，但是在台湾，你若讲咱守护咱台湾近海的海洋生态的话，可能真的就必须要大刀阔斧的做。譬如讲，我今晚讲两个所在，完全是正面的。小琉球有正面不？有，海龟足多的。大家去笨手，最近呀，就5、6当年开始。还有一个地方。南方四岛，朋友的家了哈，朋友是。为什么南方四岛以前不好，现在好？其实以前很好 ，OK， 但是人还没看到的不一样。它每一年都在成长，就看像小琉球一样。是。小琉球一样抓不完，但是落去海底看一样较少。但是朋友南方四岛，海洋国家公园成立了，我已经去做调查，到今嘛去看。你知道经济性的鱼类，鸟栖亚斑。嘿，昂雕是以前澎湖四处看得到的，我现在说40年前四处看得到的，现在在南方四岛都看得到，这完全是正面。是，你讲其他的所在嘞，你说东沙、南沙嘞，我这几年常常跑南沙的原因是为什么？因为要去找到属于台湾最原始的环境。OK， 因为那边没人猎鱼嘛。东沙以前还有，东沙以前就是在外环礁的部分，是菲律宾啊、越南啊，还是中国大陆，这是大市场哦。哎呀，所以讲那边已经不能代表它原始。OK， 所以跑去太平岛去看它最原始的样貌是什么样。有影，袂互你失望，有主题，有主题，是，就像去到不同的点，它有不同的生物，而且1天24小时你去，可能有些时候它就是在那里。所以讲，你若做唱水、做观光的人，上主要就是你讲话讲会一定会看到啥的，不是那个小鱼小虾，有影是大物件。亲像头拄你讲，两虾甲你欢迎迄种状态安尼啦。是啊，
是这嘛有真侪这个畅水卖吼，真正调着的这个所在吼，所以咱讲吼，其实这个真侪人哦，为着这个畅水吼，去真侪点啦吼，啊，其实咱讲台湾就是要找着这个吼上原始的这个点，啊，其实要有真侪所在通好拍拼的无？是哦，应该是讲大家努力啦，不同的层面、不同的人，保育应该是很宽广的啦。是，保育也阁是真快一条路啦吼。所以咱嘛头拄讲到吼，其实安尼算起来已经落水安尼43吨有无？有啊，43吨啦吼。所以这43吨来，安尼吼一代一代吼，每一个10年你会安怎形容？其实我是每20年做一个转变，大转变。OK， 小转变就像你说10年。如果从以前到现在的话，我们这么说好了，以前真的摕迄石头去弹，你就鱼啊通食。啊，今嘛哦，摕网啊落压，无一定了鱼啊。是。所以这个差异大到就是你深思叹气都不好。都是爱起来做。是。啊，虽然说只是做一个能习啊，每一家潜水店或者其他的人，保育单位去做能习啊，虽然能习啊只是单一生物，单一情况嘛，小的能习啊孵出来以后，刚我们讲台湾家，有海洋资源一定要丰富，是，要够原始，它才能够支撑一种生物持续不断安尼循环。所以他们会想了以后，做了以后会想了以后，才知道说整个海洋的保育，要做得更彻底。是啦吼，头拄啊，咱问到讲郭教练安尼20吨做一个循环，安尼已经2个这个循环，啊10吨搁一个循环啦吼，咱讲安尼嘛4个这个循环过啊。所以咱看到吼，其实代表咱讲吼，这个台湾的这个海洋环境嘛有淡薄仔伫遐改善也好，还是变化也好啦吼，其实。伫咧每一个10吨吼，拢有无共款这个修行啦吼。咱讲修行有当时啊，毋是干那唱水尔，有当时啊嘛是爱求着这个 violin 也好，cello 也好啦吼。你讲这嘛是一个修行啦吼。对，对，勉强家己都是修行，勉强家己都是修行。有呀，是。其实学习嘛是啊，日本话学习就像勉强，也是就是那2个字。啊，基本上修行是这样子，对你如果可以提升你个人的意境，会让你处理事情和面对事物的时候更优美。比如说等下海底我们拿着摄影机做长期记录的时候，偶尔就会有一条鱼跑过来你的镜头前面，是，然后它就久久不走，然后你的镜头一直锁定它，这两尊小提琴就来了。如果看到比如说像气龟，有一种这个河豚，看起来比较粗粗圆圆的，墩啊，在你镜头前面看着你的镜头，然后慢慢游走，大提琴就来了。那种旋律加上那种海洋生物在你镜头前面的展现的时候，你就跟着它的旋律就开始，心情就跟着开始起伏，甚至于你的片段都已经在现场就已经剪好了。有一个 melody 底下，对你去 hit， 对你去 say。所以当有一段时间去学小提琴，一段时间去拉大提琴，它是不是让我自己要成为什么了不起的人物，而是让满足我对这些东西的 sensitive 的感应。所以我觉得是非常好的帮助。一个感受啦吼，其实这个你的太太嘛讲到吼 ，Miki， 伊讲啥？你咧过去咧学 violin 的时阵，买去学这个 cello 啦吼，啊，规个若是汤巴提的时阵，敢若一个吼无穿衫的人，伫遮吼咧享受音乐吼，其实都是一种享受。啊，其实你伫海里嘛是一种享受啦吼。所以咱讲吼，这40多吨来吼，真正有无共款的这个体会伫咧。咱嘛讲吼，虽然即阵囡仔拢大汉，虽然因这个自细汉到18岁。拢是咧挖海，但是头拄着，这个郭教练嘛讲，因即阵也无挖海，但是相信可能30岁了后，一个人生的境界，可能伊个会接近海，你安怎想咧？一定的啊，我们现在都是现在要去追求的是他们期望去追求的。等到他经济稳定了以后，人沉稳下来以后，都要想，较早阮爸爸带阮去倒位，来去看卖，是，就。心有余了，然后能力又够了，所以讲伊就会倒转来。囡仔迄当阵倒转来的时阵，迄个就是你的囡仔，
迄个是，迄迄个才是海的囡仔，嘛是你的囡仔啦吼。是，所以咱看到讲吼，真侪这个世代虽然吼讲啊，对着海的这个感情无共款，啊，其实对你的这个海的这个感情吼，永远拢是遐尔深。尤其你头拄嘛讲到，伫咧水底下看到这个鱼阵也好，啊是伊看到恁的这个感情拢无共款。上回头，迄上接近海的头一遍，甲即阵接近海的这个感觉有啥无共款？头一摆落水了后，伫海内底看的时阵，我就感觉这是真的吗？因为漂在中间，有影无打到头壳，无法度脚踏实地啦。是。拄啊游的时阵，看边仔鱼啊，迄当阵鱼啊袂惊人。啊，都伫边仔游看。包括鱼的动作，你都会看得出他有思考能力。他都伊要安怎？伊要做什么代志啊？伊咧怀疑哦，伊咧甲你想哦。所以讲每条就是下去的那种新鲜感是完全不一样。OK。但是这40几年过去了，海洋给我很多，到现在我还在收获。金球哥，我头拄仔讲的，摄影机拿着下去以后，他们就来了。有影。可能是讲啊，笑脸说啊，你们的老人技术好啦，什么不是？其实你有一颗善心的时候，鱼会感受到。OK， 永远保持这个对海的这个信心哈。非常感谢郭教练啦吼。咱讲道行高深，海漫长，人资为海拼孤长哈。有影咱这海洋环境真正爱拼好孤长。今日非常感谢乡亲好朋友生活，咱后回再会，感谢多谢，感谢，谢谢，多谢，感谢，谢谢。都市人，厝起伫故乡的平原，行过东山雨的花，讲后花园伫遮。路若行，人愈多就愈惊吓，雨水入面落袂煞。